娘家族、五个家族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好！还有夏姐姐，你好。冷冷的暗暝，我想你，风雨中透着我伤心，谁了解故乡的滋味？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情人来离开，空气中带着酸味，烧热心变成一滩的死水，搁想你，啥意义？情已过站，爱已随风去，撒由那拉。冷冷的暗暝，我想你，风雨中透着我伤心，谁了解故乡的滋味？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情人来离开，空气中带着酸味，烧热心变成一滩的死水，搁想你，啥意义？情已过站，爱已随风去，撒由那拉。情人来离开，空气中带着酸味，烧热心变成一滩的死水，搁想你，啥意义？情已过站，爱已随风去，撒由那拉。后台歌曲进入贵站，慧文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今麦这首歌吼，一定是咱大舞台哦，几乎每一场都有人会唱到这首歌《进入贵站》。那这首歌已经是越来越好。前一阵子其实怎么那是有几刚有没有？但是现在这首歌很红诶，几乎每一趴。哦，每一个唱歌几乎都有这一首歌进入贵站，然后这首歌是真的蛮好听的，是，有点亏靠瓜，但是你唱得很好，真的很好，能够说真的，你唱歌原本就是很漂亮，因为你没有说谎。
你们这些人真可爱，你都不知道我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。喂，有整过？没有啦。我摸摸看。喂，怎么那么可爱啦？来，先给我们观众朋友来问好一下好不好？现场嘉宾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好。是啊，你常来吗？常来啊，你欢迎我吗？但是我好像很少看到你，对不对？他觉得看到你啊。只要我出现，你一定要来哦。真的哦。但是我这样讲比较快啦。我是做早上10点到12点的，你可以来这样时间找我比较快一点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就是直接去找你。对，你就报名说你要报10点到12点的就好了。真的，10点到12点哦。但是不好意思哦，很难报，很难报哦。大概像这次我们下个月报名，大概15分钟就全部额满了哦，很难报。我希望你可以报得到。报吗？是因为太棒没办法。这里也是跟5哥他们一起的吗？是。对啊，哇，5哥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女孩子越来越漂亮，而且穿着都很美哦，真的谢谢你们哦，替我们这个舞台增加非常多的光彩。那我们先不要离开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今晚的那慧珍姐一定礼宾馆的准备被真的刚胸和不会洗干。